亲爱的大家，晚安！可以听得到我的声音？可以听得到我的声音吗？如果可有，以，好，欢迎大家。我们今天晚上我们可以一起有1个小时，大概60分钟的时间，我们可以一起来探索一件事情。我相信大家大概已经知道我们对108年课纲大家都非常好奇。那我们全人生命教育协会就是每一个年级我们都希望在这世界上还活着的时候，还有一口气在的时候，都能够好好过日子特别是在可能有一些情况的时候我们这个怎么样来面对那所以108年课纲是我们协会现在最新的一个方向，我们一系列都是在每个礼拜六的晚上6点半到7点半我们大概会一起邀请一些好朋友他们实际今天特别是有实战经验的那我们话不多说我们除了热烈欢迎每一位来参加以外，我们还要欢迎我们今天的讲师我们应该说我们被我们访问的等一下会请他们来自我介绍。何以我是总干事刘应燕那怎么样子会想要邀请这对夫妇呢？因为他们很年轻，可是呢，他们已经克服过很多的难题，而且是成功的克服过所以我们话不多说，我们要等一下就来请我们的维婷跟想想老师，他们是我们的夏令营的这个科学的老师那我们来用掌声来欢迎我们的维婷老师跟想想老师。我们把时间给小小老师，我们可以把它定住就是这个让他们可以更大好，谢谢牧师。可以听得到我们声音吗 ？OK，可以可以。就是我画面上会有个图钉如果可以就把我放大。好，就还好，只是看我表情而已没有特别用 PPT。没问题，这最真实的原味最好还不会是焦点。谢谢。那我先自我介绍一下，对。好，我是那个徐玉祥，我的那个传单上面应该有，就是我是男生，名字比较像男生我是大家都叫我想翔，然后就是负责花草说的主理，花草说花艺，然后也有在做协会科学课程的研发这样子。对我主要是在做在科学教育的部分，我们创立一个科学教育的协会，然后这个协会呢，主要是负责台北市新北市这2个地区的科学教育课后社团的活动，跟一些幼儿园的科学课程的设计，然后还有我们的部分，我们还有餐饮业。我们还做了一个连锁式的早午餐的行业，现在可能会变成是全日的行业，全日型的餐饮的这个连锁的餐厅这样子。所以我们可以知道这个科学不只是学科好像科学还可以应用在事业的发展怎么样都没想到弄科学营的讲员竟然可以把早餐做得这么好，还经过这1年半的疫情对吗你们真的很厉害，怎么样克服这些？因为很多的餐厅其实都汲汲营营在那边，可能没有办法继续，可是你们确实可以发展得很好，我相信这个就是跟108年课纲是有关的我常常引用这个鼓山高中的老师说，这个108年课纲其实就是跟这个智慧知识，你们已经有了相关科学的智慧，然后你却还能够有这个智能就是能有这个技能，你们可以把食物弄得又这么好吃，更重要的是那个态度我觉得你们很有分享的今天也才愿意在这边跟我们一起分享你们的这个人生。其实他们很年轻亲爱大家，其实他们才30可以说是无条件舍去30岁了好，那我们可不可以继续请你们来分享一下，就是说你们有想到的这个108年课纲你们特别是你们做科普你是理事长那在这样子的这个现代的这个儿童的教育，甚至于到国中、高中那我们家长要怎么样来面对？好，
我先吗？好，就是108年课纲他就是讲的，家长会觉得变化好像太大了，不知道怎么配合，或是不知道怎么去执行。其实对老师来说也是，因为原本是课本式的教育嘛，就上面有就像有目录一样。但108年课纲是说，那希望大家一起做探索。那每次课纲的转换，自然科学都是大家很注重的地方，就是说，那这一科要怎么考啊？为什么大家那么注重自然科学？因为它是一个推进时代的力量嘛，它必须要科技的转换，然后时代才会去进步，或是变到下一个时代。对，所以自然科学一直都是大家很关注的。那108年课纲呢，它现在主要强调的是说，培养学生他有终身学习的能力，也就是说，他脱离学校，他也知道要怎么去让自己提升这样的能力去培养，不是说只是老师叫你读第3页你就读第3页，叫你写作业你就写作业，这个时代就是已经过去了。教育部他们也发现了嘛，就是大家在改之前，其实应该很多家长都会说，我希望我的小孩不要是考试机器，应该大家都有这个想法。但是突然间改了之后，又不知所措。对，那这是一个过程，这是正常的。那自然教育的部分，我们做的是儿童科学营队为主。那当然，我们跟小朋友常会讲到，就是做实验的过程，你要先观察，然后呢去做假设，你去想想看，它会是什么样的结果，然后再去实验，是不是这样的结果真的会是跟你想的一样？那如果不一样怎么办？然后再来去得到它的结论，就它会是有一个步骤。那现在课程里面，尤其是我们以高中为例因为高中它会面临到比较大的考试，那高中他们就会加了一个叫做像研究方法的课程。可是家长应该都有假如说一般有上大学的家长，应该基本上都会有修过这堂课，因为要写论文嘛。那论文他就会塞了一堂课给你说，你要怎么写论文你要怎么定主题，这样他这个课程他就定名叫研究方法。那他现在提前到高中去学习，那就我们自己来看的话，我们是觉得非常好的。为什么会非常好？因为大家都知道时间很宝贵嘛，那等于说他们往前提前去练习这件事情。那他怎么练习呢？首先他就是教他怎么去定主题嘛，研究方法就是你要去定你要研究的方向，然后再来是然后他去计划他的研究方式，就有点像我们平常写的企划书嘛。然后再来是他已经定好主题之后，然后就想说有没有人做过类似的。当然你从头到尾做会比较辛苦，那我们要去练习怎么去找资料，去找这些文献，然后站在别人肩膀上去看更高的视野嘛，就是这样子的方式。然后再来是接下来就是他要去执行他的计划，前面有计划了嘛，然后他执行，然后再来是一定会遇到问题嘛，这是正常的。好，遇到问题之后他怎么去解决，然后呢最后收集了数据，再去做出他的结论，这样就是我们一般的研究方法嘛。那让小朋友在高中的时候就可以去做练习这件事情，那是对我们做教育来看是觉得非常好，就比说只是照课本啊，然后看目录啊，然后1年级应该学什么，2年级应该学什么，这样子更活用。对，但是这样子的教育方式对老师来说也是很大的挑战，因为老师已经不是只是说课本上教的我就把它讲完，我就赶课把它赶完就好了。他对老师，所以大家对老师就是也可能也是爱护他们一点他们是突然间教育的条件教学条件也变得很高，因为他们以前在私训的时候，在学校学怎么当老师的时候，他学的是照课纲走，突然间这个课纲变得很活用，老师也要知道怎么去规划。那对老师来说最大的挑战就是他不是马上给答案，他要让学生去引导学生一起去找答案。对，那现在讲起来很抽象，对不对？好，然后就说这个研究方法对小朋友以后又有什么帮助感觉很抽象。好，那我们就想一下，就是以我们已经出社会来说的话，或是有一些工作经验来说的话，像我们自己是创业，然后或者是在公司可能有做一些专案，那一样嘛，你要定主题嘛，你专案的主题方向是什么，你创业的项目要是什么，这个都是要去思考嘛。就回到我们刚刚研究方法咯，一样，你先定出你的主题，
然后再来是我先想过我要去怎么执行，像我们有做餐饮，我们就想，因为我们两个其实在家里根本就不会煮东西，那我们就要去想说，那我们做餐饮呢，或是甚至科学教育，我们要怎么去把我们的品牌推广出去？这是我的计划，对。然后或者是公司一些专案，你也可以一定会先有写企划书嘛，一定要给主管看过嘛，对。然后再来就是去研究一下有没有人做过类似的事情，那你觉得可以更改或是修正的地方在哪里，把它做得更好。然后再来就是就一样的步骤，然后去执行你的计划，然后怎么去突破，然后得到结论。这就是我们刚刚说的研究方法。其实我们每一天，大人每一天都在用，只是可能没有特别去拆解它，就会觉得学这研究方法要做什么，但其实我们每天都在用。那对小朋友来说，我讲话会不会太快？OK， 可以。好，那对小朋友来说，就是他提前练习了嘛。我们都知道每一件事要做到好，一定是不断的练习，不断的练习。那他提前练习，就是非常好的一个舞台，让他去发展，这样子。然后就是透过这么多的练习，未来他在做更多项目的选择，他的速度就会加速，因为他很熟悉这个过程。那这个过程，刚刚说，除了做事之外，他还能这样的过程还可以培训什么？最重要的就是心态层面。对，当我们自己工作过都知道，当我在做一个，就有人叫新官上任3把火，突然间有个新项目来，或是一个新的位阶来，你一定是我一定要做什么，我一定要做什么，有很热情的部分。然后就像我们定好主题一样，我们会非常热情。那接下来过程你一定会有很无力的时候，然后很撞墙期这样子。那小朋友也是透过这样子的练习，在他学生时代比较没有那么多失败的压力就是他可以随意的失败，然后再随意的练习，这样子的时间给他们去做这些练习是很好的。就我们来看108年课纲跟研究的部分是这样子。好，谢谢。那我想那个维婷老师，你可不可以分享一下？就我知道你原来学生时代其实是学音乐对。然后呢，这个从美国回来之后，你开始又做科普，就是科学教学，也做得非常好。那其实这个在跨领域到现在，你又跨另外一个领域是有关餐饮，那你也能够这个整个跨出去的原因，我想跟108年课纲所谓的这个素养很有关系。你可以就一下举例说明，因为我相信还有很多人不够具体，就觉得108年课纲素养技能知识技能这个态度是什么那可不可以请就简单来这个举例说明一下？好，我简单举例说明。我觉得很庆幸的原因是因为我的成长背景，其实我在国中的时候，我在台湾只有念到国中，后来高中是到厦门去念书。那厦门后来我又因为台湾那时候还不承认大陆的学历，所以后来我又到美国去念书。那不是因为他不承认我才到美国去念书，而是这些一切都是计划好的，原定的计划就是这样子去看。所以说我变得说因为常常我就是一个人，好，因为我爸爸是台商，所以他也是飞来飞去，所以常常是我一个人。所以我很早就面对到要缴房租了，要缴水电费了，要缴就是要自己去办很多的事情，银行卡还被盗刷，常常自己一个人遇到很多的问题。那我就开始就是108年课纲里面的解决问题的能力，他只是在学校里面练习，而我是提早在社会里面练习，所以我们会相对看到很多奇怪，现在社会上当中怎么很多可能只有国中毕业或者甚至高中毕业的一些朋友，他们竟然在社会上，他们竟然是成为老板，但是很多大学生毕业的他成为是他们的员工或者是助手这样子。原因是因为我发现他们就是跟这个108年课纲他们只是在社会上练习，当然他们所要负担的风险是比较大的，所以我相信教育部他一定是有看到原来是提早练习，然后提早把未来会遇到的一些，而且现在变化又这么快提早会遇到的问题呢，往前在学校舒适圈里面就可以先练习来达成。那至于我为什么可以这样子您是说
跨行业的哈，本来从音乐啊，然后又到科学教育啊，然后现在又是餐饮，而且餐饮也做得非常好。这1年半疫情，这个是很大考验。那你怎么去面对这些风浪？这个跟心态就有很大关系。然后还有您是怎么去？像我的话，我的思考点，我是喜欢打安全牌，因为其实坦白讲，我的目标是想要当艺人的，因为我觉得这个长相、这个歌声不当艺人是太可惜，我自己觉得啦，自认为自己想的总是很美好，但是呢，但是如果你是想说我是一味的想要当艺人，但是呢，同时你是没有收入，你可能要靠家人来支持过生活，然后你可能要花费很多的时间在等待。那与其等待呢，我就不如尝试，不如去行动。结果没想到，我就从音乐当中，我发现我是喜欢小孩子嘛，所以我就跨到了科学教育的领域。那没想到在科学做一做，没想到这间公司又把我外派到大陆去工作，然后没想到在大陆又经历过很多必须要一肩承担的事情，我又回台湾，就创立了这个科普教育的这个公司这个样子。然后为什么会接触到餐饮业呢？这是原因是来自于我在过去的历练里面，就是说人一定要有危机意识。好，在你很安稳的时候呢，要找一个备胎。好，所以呢，我同时我在做教育的同时，我就开始再去寻找还有没有什么其他行业是是大家每天可能都需要的，好，风险性稍微低一点的，再去做尝试，即使失败了，我也是可以承担这样子的风险。因为我还有教育公司嘛，好，所以我自己我的个性是习惯给自己有个备胎。从我想要进演艺圈开始，我就有一个教育工作的备胎，就没想到教育工作又发展起来，然后结果就是这样一步啊，上帝的安排。所以，请问一下，你这个关键点是什么？就是说，你从小留学生到今天是一个跨3个领域的商人。那你觉得那个108年课纲的，除了你说有上帝以外，你的信仰、你的信念之外，你觉得跟108年课纲的解决问题是有关？那么你可不可以再具体一点？就是说，跟这个除了刚刚讲的态度之外，前面2个知识跟技能，你是怎么一步一步？因为这个很大不一样音乐。你这个音乐的这个学音乐也能够这样触类旁通到这个科普，这个科学，这个是很大的不一样。你是怎么样子把它马上就很快在知识跟技能就上手？我觉得是这样子。对不起，我补充一点点，就是说。跨领域到底怎么上手？什么这个都是方法层面嘛，就是我们要找出什么方法，我们要怎么去做到。但很重要的是我们的动机要够。对，108年课纲也在训练学生的动机，学习动机嘛，对不对？那就是我们就觉得我要做到，方法自然会找出来。好，你可以继续。对，所以我刚刚就是要讲这个部分。我的动机呢，就是呢，我不想安于现状，不太想要安于现状，就是我就是比如说我就以自然科学为例好了，观察、假设、实验、结论嘛，对，我就不想就是像以前就是培养考试机器，但是我就是透过我就想要做实验，我就不想要安于现状，我就有这个动机，我就觉得说，为什么会这样啊？为什么为什么别人可以，为什么我不行？或者是或者是说刚刚他讲的所谓的研究方法也可以。好，我就遇到了这件事情。好，我现在已经在一个这个安逸的现状，也不是说安逸，就是比较稳定的一个现状。我还可以再发展什么？我还是很想要再去。人这一辈子只有活一次，我就觉得说我还想再去创造什么，还想再去创造什么。好，然后方法的话，当然就是那怎么会这些东西呢？就是很努力。我们就发现我们在跨一个阶段，要再晋升到一个阶段的那个阶段的中间那个过程是相当的痛苦的。我们可能一天都是花20个小时在工作。20？有没有？不是一天24，你差不多差不多只有4-5个小时，5-6个小时在睡觉，其他时间我们都投入在工作上面。包含我们早餐也是
要学这些东西，我也是4、5点就要起床去学习，然后呢，我下午还要进我自己的科学公司里面，对，然后我还要再去教课，然后晚上的时候还要培训老师，好，就是这样，每天一直这样重复，但这样我才可以来分配我的时间，再去找出这些方法来让我自己能够成功啊，在这些事情上呢可以成功。嗯嗯，谢谢你们，其实已经回答了这个很多人心中的这个疑问哈。何以这个社会组的不考为什么要学自然科学？因为你们学音乐的也不是自然科学，可是当你需要你找到的这个，像您刚才说的，是要有研究的精神，我想应该就是有思考的能力，因为动机很强的人其实很多，但是到最后能够坚持的，其实不一定能够到那个点。那我想观察假设、实验去分析、去实践，还有我觉得你们的反省力是很够的。除了不断的实验之外，我看到你们会不断的调整你们的毅力其实也是很够的所以也是回答了说，何以社会组的不考自然，那我还要来学自然科学呢那我想起比较有一点好奇的就是想想老师你这个很得小孩子的喜欢这次夏令营非常谢谢你这个夏令营孩子这个真的这个只能关在家里，可是你的科学营却是可以让孩子这么能够专心谢谢那我很想帮助那些家长，请问一下，怎么启发一个孩子对科学有兴趣？他们还不知道对小用，他们还不知道这个好不好用我们家长要怎么培养，我们家长要调整怎么样的态度？就是游戏化吧。就是对小朋友来说，反正什么就是好玩，他才会有兴趣嘛。对，然后一开始他一定没有什么动机小朋友就觉得我会就会，不会也好像对他生活没有影响。对，那我们就是把课程，像我们设计课程就是游戏化，然后假如说有参加就是营队的部分，家长有时候会在旁边刚好有陪着听或是时不时这样稍微听到，就是我们会用游戏的方式去串联，假如说像生活好，像我们就有那种厨房科学，厨房科学它就是一个很大的主题嘛。那我们可以先说，那我们来试试看，油碰到水会发生什么事情？那油碰到水会分层嘛？那我们的碗碰到油会发生什么事情？油的嘛，对不对？那要用怎么处理？那爸爸妈妈通常怎么处理？还可以请小朋友想想看。他说：“哦，我觉得要再加水。”这就是他实验的过程，但是我们不要说你怎么会加水，他不是会说分离吗？就先不要，先不要，我们就试试看。只是这个过程会比较花家长的耐性，这样子。对，我们要付出的最多的就是耐性。然后再来，他就说，那我们加看洗碗巾然后会发生什么事情？会有泡泡等等的，就是我们把这个过程游戏化。好，那这只是厨房科学已经一个部分，然后再来，它可以慢慢带到生活中的像家事然后炒菜化学变化、物理变化等等，这其实可以发展的方向是很大的。对，所以就是家长也不要局限你的想象力，小朋友的想象力就会更开，真的。谢谢这个对我们家长会有很大的帮助。刚才你们2位都有讲到所谓的动力，除了你们不知道怎么样可以来鼓励，我想青年青少年怎么样让他们动力？因为很多人现在已经觉得是学习来的这种无助因为可能过去学习已经来不及就已经这个学坏了我的意思就是说，他可能就没有思考力他可能就是坏掉了那我怎么样子来陪伴这个青年青少年？特别用108年课纲的这个逻辑，我怎么样来鼓励他？尤其怎么陪伴我想这个怎么可以来帮助这个家长来从这个方面。那我想这个维婷老师刚才有讲的这个动力你怎么样从我本来因为我一直很认识他这个维婷老师好几年他那个一直很想维持当这个艺人他很帅的。你如果看到他这个站起来，你就知道他真的很具备有这个艺人的这种外表而且很有才华。那你怎么让自己说放下来，我先去努力科普呢？就是科学教学，因为就我了解，你那时候就是想要当艺人。
那么我相信青年青少年有些人他就是有一个理想，我就是要当这个，可是目前没有办法。我记得我跟你有一次去说要找一个歌星黄家千你记得吗？对。那你记得他跟你说什么吗？这个他的哥哥跟你说什么？那你怎么样子来说好？那我来换，就是说我不放弃，但是我仍然可以这样，怎么样引起他的动力？我想我要问的是，怎么样去引起我觉得我先以家长层面因为我们也是家长嘛，好，我们自己有小孩子，那以现在的这个以现在这个社会来讲，我们个人认为是要让他多尝试，要放手。好，你不要害怕他去学坏，你不要害怕说这个资源是到底是好的坏，你不用帮他去判断或假设性太多东西，因为他有时候他就是喜欢电音，像我也没办法去理解电音，但是他就是很喜欢那个电音，好，所以他很专精在他的这个领域当中，我觉得也很好。然后可能会荒废掉课业，但是他就是一直往这一块去走，他会有他的想法，但是最好的陪伴就是一直在旁边支持他，我觉得是这样。好，就如同我母亲是非常支持我的，就是任何做的一切事情，她都不会先反驳我，即便我要做好，我想要当歌星，或者是我想要之后做这些事情，每一件事情都在变化，她永远都是一个好啊，你去试试看啊，好的这种态度给我，所以我觉得我的人格养成在她这边的，我觉得我母亲陪伴的是很好的，就是给我这样子的空间，所以让我可以当然我自己本身怎么会有这样子的动力呢？好，原因就是这一定是来自于第一个就是压力嘛，好，压力你都已经花父母这么多钱了，你又去美国，你又去哪边？然后为什么说之后要放下身段？其实放下身段这件事情是我也觉得是我父母亲告诉我，就是说没有什么身段不身段啊，职业不分贵贱。好，就是说我本来也不是什么这个怎么讲什么东西这个我本来也不是什么东西，没有什么好放下身段的。好，唯一有自信的可能好，除了长相没有啦，不是啦，这是开玩笑的。好，就是说我没有什么好不放下身段的。好，就是觉得是对的，我就去尝试。好，那这个跟这个部分呢，因为我过去我们是在9年一贯教育的第一批的白老鼠，所以其实在108年课纲，我们所体验到的很多都是在出社会以后，或者甚至是几乎在大学的时候，因为我在美国念书的话，在大学的话就是哇，这108年课纲就真的是全部都是让你自己去解决问题，他也不会管你成绩怎么样，因为我自己，因为我没有在台湾念过大学，他在台湾念过大学，我就知道说原来美国大学是很难毕业的。好，因为你要对自己负责，所以所以压力就很大了，因为那个学分啊跟各方面都是你自己要去负责，一个学分就是多少钱，就是这么清清楚楚的告诉你。好，你拖越久，学费就越贵，就是这样。然后也很难毕业，特别是国际学生，因为我们的学费是他们的3倍。好，当地的学生3倍。那他是在台湾，他说也很好进，也很好毕业。好，所以对于这个方向来讲，我当然是觉得是在压力上面是对于我是一个很大的动机来源啊。当然还有爱的部分，好，觉得好就已经活到这把岁数了，总是要做点什么。我不知道这样有没有回答到这个总干事的这个问题。对，谢谢。我想这个我们日后我们会再有一些的分享特别我先预告一下这个其实维婷的妈妈我也非常认识，维婷老师的妈妈我也非常认识，她的弟弟是非常有名的导演很年轻的导演，他妈妈怎么鼓励他的弟弟那么年轻就可以走向他的这个兴趣的那我想这个日后我们还会安排会有专访的时候，那我们想要问一下那个这个我们的想老师我不知道你知不知道最近这个马斯克这个电动车这个总裁
那他很多人想进他的公司哈，他就是说他面试的时候每个来都说他很厉害，但是那只有面试一下子，就像你们常常面试员工一样，那我怎么知道他是不是他说的这么厉害呢？他都只有用一个题目来问，然后就可以戳破这个到底是不是骗子，还是真的很有能力。他不看学历的但是他看经历。什么是经历呢？也就是我想请问你，也是他会问这个面试的人，就是说不知道可不可以请两位来分享一下你所遇过最棘手的问题，以及你如何解决那个问题。我再问一次就是可不可以请你们两位来分享一下，就是在过去你们的经验，哪一个是你们觉得最棘手的问题，而你们是怎么去解决这个问题？可以吗？好，可以。那我们等一下，好，来，请说。就是最棘手的问题，通常我们不会，就是目前来说，以我们目前来说，我不会去定义这个问题是棘手，反正就是问题，就是解决问题就解决这样子。对，那如果说以我们现在到目前为止的经验，比较棘手的问题我讲，你要先讲嘛，好，他先讲，因为我们的经历是差不太多，因为我们从毕业后就同一家公司嘛，就做科学教育，然后再来我们就是创科学教育的协会，然后还有做餐饮的部分，所以我们遇到的事情是差不多对，一起解决。我就讲一个例子，就是说我们之前创立了一间公司，好，这间公司已经结束掉了，好，所以我们中间其实是有失败的，有结束掉公司，好，原因是因为我们有合伙的股东，好，当中呢，好去收款项，结果这个款项呢没有回到公司里面，好，变成他自己个人用，甚至呢，我们公司我们有公司车，好，我们有租公司的车子，好，但是呢，他每个月的开销呢，光停车费就一两万块这样子，光停车费的部分，好，所以当然这也是我们觉得，可是都已经股东了嘛，好，大家知道合伙创立公司是很快，可是拆解有一点不容易，好，因为很多法律上的问题，好，所以当时我跟另外一个股东，我们就注意到这样的状况，好，查账的时候就已经发现这样的状况，好，那一开始就是情绪，当然我的当时解决的方式就是我们情绪上要先稳定下来，好，不要打草惊蛇。那我们永远就保持一个态度，这个钱亏了就是亏了，好，因为他没有收进来的，他收进他口袋的钱大概40-50万，那再加上我们要付给别人的钱也大概差不多40-50万，前后资金大概100多万这样上下，所以其实对我们公司当时才起创的一间公司来讲，资金压力是非常大的，我们还有薪水要付，我们还有生活要过，然后租金，然后公司租金要付，所以当下我们就是不打草惊蛇，然后呢，但是呢，我们一定，然后也抱持着必定会亏钱的心态，但是我秉持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重点就是我要追求的是公益，好，公益，好，必须要有这个公益，好，所以其实我当时就已经设定一个目标，我说这间公司要清算掉，好，就是清算，直接把这间公司清算结束掉，但是他不一定会同意嘛，毕竟他手上还握有一些资金。好，在清算的同时，就变成说限期要款项要能够汇回来，好，汇回来，包含我自己手头的款项，我也要都放回公司里面，全部做一个会计师直接到公司里面来做一个查账跟清算，好，否则我们就会有一个但书嘛，就是一些条例啊，构成诈欺等等，或者是偷窃或者是什么的等等的，好，我们已经有这样的计划，但我们还没有跟另外一个股东说明，好，但是原因的部分就是说股东不想做了，然后亏损等等的，好，那当然在这个前期的时候，我就已经又在做了一个准备，也就是一个备胎，就是我们现在的中华科普教育协会。好，大家知道创立协会是要在内政部创立的，不像创立公司2个礼拜就可以了，很简单，经济部很快，但是内政部那个就要半年的时间，所以光这个计划，光这个忍耐的这个限度，我们就忍了半年，好，基本上那半年都是亏损，就是吃稀饭的。好，每天都是很辛苦的在过生活，好，但是因为我的目标明确，我们的协会也在申办了，那我们的另外一个部分呢，
就是等6个月后申办下来，我们就要来破局了。所以这对我来讲，当时是一个非常非常也算棘手嘛，就应该说是一个状况。好，应该是一个状况，因为我们打算就已经要把这个公司结束掉了，但是我们没有放弃我们的公司的项目，我们一样用另外一个协会照常的去营运。好，也不是说我多么有抗压性，或者是多么说我们多么有信心一定会成功，没有，我只是想追求一个公益而已。好，我觉得这个是就是遇到问题，其实也不是什么问题哦，在我心目当中不是什么问题，就是一个状况，就把这个状况给解决掉。哦，我不知道，这样大概可以吗？我目前遇到最棘手的啦，好，比稍微棘手。好，那我们请想想老师。我的最棘手哦，我刚刚讲了一个什么？目前应该是，那我可以说我现在正在有一些遇到的这样子，就是因为我们目前都是自己做嘛，所以说我们现在就是品牌的推广啊是比较需要花心力，但是不是说我只是一个烦恼丢出来，不是这样子，但是一样我们好像没有声音哦，是不是大家也没有听到声音？好像没有听到声音，对不对？是不是断掉？对的，刚刚小翔，刚刚你的声音断掉哦。好，现在好了吗？你刚刚讲到，对你讲到那个品牌，品牌就是对，就是现在这个问题是说我遇到，但是我现在正在解决这样子，然后。就是花艺的部分，因为现在小工作室真的很多，就像大家现在都想创业嘛，就每个人都想要试试看。那要怎么做出差异性，就是我一直在思考问题。那我就想说，为什么我要去做这件事情，花艺这件事情？因为我想要，就是花艺这件事情可以复制。那我复制要来做什么呢？不是为了赚更多钱。我觉得对我来说，我有一件事情没有做的话。一生就一次嘛，我觉得我想要做社会企业，但是不一定是非常有没有很大，我们还在努力啦。但是如果可以用这件事情去帮助别人的话，那是我想要做的事情。那就会回到就是说，我们这个108年课纲嘛，就我们的目标不一定都是只是赚钱嘛。有时候对我来说，我觉得我一辈子想要做的一件事情这样子，然后。那接下来我的品牌差异化就是希望可以把它做出像社会企业。那接下来我就去研究社会企业的条件到底是什么，我要怎么去执行。然后呢，还有各政府的补助，就是其实基本上都有，劳动部啊，然后那个经济部，谢谢。然后就是各个还有一些什么局，我都把它列出来。它就是基本上都会有一些可以补助，但接下来挑战就是问题会一直产生问题，然后就去解决问题。所以对我们来说没有最棘手的问题，因为问题都蛮难的。但是在这个过程都会觉得蛮难的，但过去之后你就不会觉得其实它很棘手这样子。然后接下来就是有他要申请这些，就一定要非营利单位。那接下来我们就是去找可以跟我们配合的非营利单位。因为如果我的社会企业当然是希望这些人可以，我想，不能说帮助，我们是互利的。对，我希望这样的技能可以让他们过好自己的生活嘛，所以我一定要养活他们嘛，这样子对。那接下来就一步一步，就我正在计划的问题。然后接下来当然一定是提出之后，这个企业成立之后，又会有新的问题。没关系，反正就是遇到问题解决问题，重复这样子。谢谢啊，想想老师哈。我想这个其实是很具体啊。这个我们这个人生的动机动力，我们一开始其实就说了，只要一个人想要他想要的不是自私自利而已，那么动力会更强啊。就像刚才想想老师说的社会企业，那我们这个团体全人生命教育协会其实也是回应了一个现象，社会现象，就是我们成立的时候快20年前，我们会认为这个社会上需要更多美好的事情，特别是在人的生命这个是需要被教育的所以我们才会有生命教育协会，也就会我们会有6点半大概有1个小时的时间，我们来回应
这个我们怎么样透过108课纲，对每一个年龄都会有帮助，不是只有学生要考试的人所以我们也回应说，自然科学跟108课纲的关系是什么？很有关系，因为我们生活上都会跟这些自然科学其实是息息相关。刚刚他们说的煮饭也有关系其实音乐也有关系我不知道大家知道吗？因为我有在国小当过专任辅导老师，其实水的声音、水的频率是对精神官能症的人是非常有帮助。这个是什么？这是科学，这是医学。就大自然它会有一个频率的声音，是对我们身心也是有帮助所以我想我们有了这个能力，什么能力？就是怎么去面对人生。刚刚说的动力，我怎么去思考？那也就是我们为什么要有研究的能力？因为你去思考，你才会想出那个办法，解决问题的能力。所以这个已经不光是这个音乐组的，今天已经讲了音乐组的，你看也可以跨领域社会组那更不用讲，不管是什么年龄，我们其实都要去具备这个能力人生不止考试应该这样讲，天天在考试吧应该是这样讲，因为我们每天都遇到很多的困难那我想我们的规划上就是大概会留一点时间给我们在场的好朋友可以大家来提问，或者是可以在留言板，如果你需要这个可以按举手好吗如果你需要可以按举手，或者是你可以在留言板上可以提出给我们的讲员我们可以再来分享特别是他们的专长音乐我不知道这边有没有人这个小孩在学音乐不想学的这个也可以这个是有办法的这个也是有办法的或者是你有特别什么好奇想要问的请你可以来举手让我们知道。那在等的时候，你可以随时举手随时举手。那这个我再来跟大家来分享就是说在我们这个科学营里面特别是这个想想老师这个科学营怎么样子让小孩子去玩，然后去体会就是这个可能观察大自然的。不知道想想老师，你在这个教导过程中跟父母的对话，除了你刚刚讲的让他家长去尝试之外呢，你还有没有发现到这个小孩跟家长之间的这个互助两个互动的情况之中，还有没有什么可以提供给我们大家知道？因为有些小孩其实就是比较慢，他在观察能力就是比较不够，甚至他的思考能力就是比较不够，我们可以怎么引导他？引导的部分通常我们都是用丢问题引导，那这个问题尽量是开放式的，不要问他说这个是水对不对，他只能说对不对这样子。你可以问他你觉得这个是什么，可能他会说水，可能他会说汽水，会不一样，会就是在训练他的观察力，就是不要给他一个，就是尽量给他一个开放式的问题。在我们课程中或我们培训老师也都是这样子培训，就是告诉他们不要丢一个问题说对不对，是不是，要不要这样子，可以多一点让他可以不一样发挥的问题。然后再来就是鼓励很重要，因为小朋友有时候他不一定是没有在想，也不一定是不知道，他只是怕被讲对，有时候觉得我讲这个又不对，我讲那个又不对，那我说我不知道好了。有可能就是有这样子比较害怕挫折的小朋友，那我们就给他多一点鼓励。对，然后就假如说他就是像刚刚的一样的题目嘛，你觉得这个或者是你随便拿一个，就是这个就是你们生活中的东西，或是你们家长跟小朋友之间小默契的东西之类，你就可以说你这一本是拿来写什么的，你可以猜猜看妈妈拿来写什么的，然后就给他猜老妈妈是拿来画画的，妈妈是拿来写心情的。有时候他的回答跟他的心理状态也会有一点关系，也可以透过这些问题去观察小朋友的状态。对，然后他回答的眼神吧会不会太细节，就是有时候小朋友回答眼神也可以了解他的状态。
就是他是犹疑的，还是他是不敢看你？如果他不敢看你，有可能，我不能绝对，因为每个小朋友的状态不一样。那不敢看你，有可能是可能常被否定。对，那我们说鼓励怎么鼓励？也就是说，假如说这一罐是酒精好了。你就不要直接说，哎，你猜猜看这什么？这透明的、哦？他说水，说不是，这是酒精。这其实基本上我们是大人，我这样也看不太出来它是什么嘛，对不对？所以就是说，哎，很好，水也是透明的，那还有什么是透明的？你帮我想想看。这样去训练他，一直去衍生这样的观察跟思考。这是我们在教学很常用的方法。那维婷老师有没有这个不同的看啊？等一下有人这个举手哈，那等一下维婷老师再麻烦你再回答有关刚才我请问香香老师的问题哈。那现在那个有人提出问题留言板上我们可不可以来请来看一下？有，就是说为什么要去学校，对不对？就是说我学这个要做什么？我学这以后用不到什么？对不对？哎，可以怎么？其实，我看一下学科成绩，对，学科成绩没有就是不是那么漂亮的话，其实不代表他没有能力。那我先讲我的，等一下换他讲他的想法，好不好？就是我的想法是说，我觉得可以，当然学校成绩不代表一个人的成就嘛。那我觉得家长可以的话，可以陪他一起去找他有可以施力点的地方，就是可以让他觉得在这个领域他是有那叫什么信心的，在这个领域他有信心。像他在音乐领域，小时候也就是不知道自己要做什么，但是在音乐领域或唱歌领域，他就是很爱唱，他在厕所也唱。在哪里都唱，他妈妈告诉我的，对，就是他就是这个领域，就是让他有信心。那我觉得可以去找找看这样子有信心的部分。那为什么要上学呢？其实上学，我觉得是一个逻辑力的培养。我们不是为了漂亮的成绩单，但是我们是为了有更开的眼界，去跟不同人有对话跟沟通。对，如果说我完全不去上学，然后我都天天在家里上网啊，查资料。其实说真的，查资料查得到专业嘛，也查得到啊。但是如果这样，他就少了一些沟通层面跟一些逻辑的训练。逻辑包括沟通也是一种逻辑啊，就是这样子。换你。你说这个妈妈遇到的问题嘛，然后为什么要去学理化啊、英文啊、数学？比较弱的项目我就自身，因为我就自身分享了。你看我比较弱，我比较会的就是比如说举例，像我自己本身就是很不会历史，我非常讨厌国文，好，所以我的英文，因为我很讨厌中文嘛，国文，所以我就在英文上面我就会稍微好一点。那我原则上我的父母是不懂什么英文国文的，但是当时我的父母就告诉我说，其实你去看人家在武打片有没有？人家那个叫功夫，这个很厉害的那个功夫，那个叫什么？不是咏春，李小龙，他就说把一招练到顶就是绝招嘛，好，他意思就是他也是在鼓励我说，不管你这颗弱还是强，好，你就把你很有信心的，比如说像我英文的成绩，其实我2次学测基本上都是满分。那我就说，我的英文可以读成这样，那我妈就会问我说，那你历史可不可以稍微比照，或是提升一点点，好，让他有一点点，你整个平均稍微，你既然英文做得到，你的历史有没有可能参照英文的方式？他也不是很会教学，但是他就是鼓励我说，有没有可能参照英文的方式，也再稍微提高一点点？这时候我就会觉得说，对啊，奇怪，我英文就可以，那其实证明我不是笨嘛，好，只是说我还没找到方法而已，所以我就开始就会去找到一些，怎么样让我就会思考说，我的历史应该要怎么样变好，好，然后是怎么样背会比较好一点，好，大概是我大概是这样子。那为什么要去学校？我跟你讲，我也很讨厌去学校，我是会装病的那一种哈。那我的父母是比较强硬式的，你就给我去学校，你就给我去学校。那
我就讲说，我们现在小朋友，我们现在小朋友才3岁多，他刚上学，他也不喜欢去学校，好，但是我们就告诉他说，其实爸爸妈妈也要上班，你看爷爷奶奶，他说爷爷奶奶就不用上班，我就说，对，等到他这样的年纪的时候，你也可以不用上班。可是他在前面的时候，好辛苦的在上班，好辛苦的去学校哦。好，他为什么要这么辛苦呢？原因是我们可以认识很多不同的人，哈，认识认认认。那当然也有比较大的朋友，比如说我们为什么去学校？我们去增加我们的，我们去就像是去学校像一个小型的社会，我们去学校里面去跟人互动，去跟人讲话。然后去跟人家有交通哦等等的，好、交通像交流交流，对不起，大陆讲交通，对不起啊，就是也有交流，好、跟人之间，好、比如说肢体上的碰触、运动等等的这些东西，都在家里面做不到的，可是在学校会给我们很多机会，所以为什么去学校？其实，这个是为什么去学校呢？像小朋友，我自己都这个我我也问们很多遍，问很多遍了，我们自己小时候都问很多遍。以前他们都说你就去，你就去，你就去，啊啊，谢谢，就是这样。谢谢。我不知道，哎，这个回答不太好，但是很好笑。我们可以等1个礼拜哦。谢谢文婷老师跟翔翔老师。那么应念牧师来预告一下好吗？我自己的小孩有3个，那么我前2个是儿子刚才这位家长其实跟我遇到同样的第2个小孩，他从国小就会问我人为什么要活着，然后他会把所有的生物课本拿去问所有的大人说请问这个生物是什么？每个都跟他讲忘记了，然后他就会问这个家长说：“那忘记了，你现在为什么叫我要学生物？以后会忘记的东西，你为什么要叫我学？”那我这2个孩子呢，怎么样被救起来的可以说3个啦，我的孩子其实都不聪明但是呢，有一个很好的老师鼓励他们，就是下个礼拜要来我们这里让我们访问的郭美玲老师，她是在台北的国立的一个高中的化学老师那她也要来跟我们讲108年课纲怎么应用在人生的选择，而我的3个孩子都被她影响，那特别是第2个孩子他原来就是很会想，然后学校的成绩没有受很有成就感，于是他觉得他不可能像他我的老大那么认真，那所以他将来应该没有出息，所以他就跑去跟黑道的人在一起，因为他觉得那条路是一条路那所以呢下个礼拜这个老师这个郭美玲老师我这个真的是鼓励大家，下个礼拜你可以邀请你的朋友来，很难得很难得，他愿意来帮助我们尤其是我们有青少年孩子的那我们怎么样做选择？那这个老师他会来帮助我们那所以欢迎这个家长也可以鼓励你的孩子来那我的老大呢，跟老2是完全不一样。我的老大呢，跟这个维婷老师很像的，应该是说很认真型，可是成绩就是不好。可是这个郭美玲老师鼓励他一件事情，就是把一件事情做得好就好。所以他做什么好事情呢？他就在高中就决定他绝对不读研究所，他只有要读到大学，所以他一定要选一个一技之长。那功课又不好，一技之长是什么呢？就是他去学会计系。他还没大学毕业，这个全国4大还有全世界的会计师事务所早就已经等着要叫我儿子去，还怕他去当兵落跑，就等着。所以亲爱的大家我们在这个地球是圆的，就是彼此帮助我想下个礼拜郭美玲老师她也一样会来帮助我们好，那个不知道还有没有人有一些想要请问翔翔老师跟维婷老师的那维婷老师，你刚才有一个还没有回答我们，就是说如果有孩子，你要怎么样来鼓励他？譬如说音乐，他怎么样子，他就是需要来学习或者是怎么样子的你对家长有没有什么话可以来鼓励
除了刚刚我们说的，还有没有其他的？嗯，呃，鼓励孩子的部分呢，我我还是举例我现在我自己的孩子，包含我以前我从高中就开始教小朋友，就是教他们弹钢琴了。好、我以音乐或者是音乐的部分或英文的部分来讲，我会告诉他们说，其实其实世界很大，好，其实世界很大，你就会觉得我们学的东西好像就是一点点、一点点、一点点。那其实你有没有发现啊？音乐啊，或者是英文啊，或者是什么东西，你有没有去发现，觉得说，哎，其实我们学这些东西，我们是在探索这个世界。啊，当你学了一个东西，这个不是一个技能而已，你会觉得哇，是谁创造英文这个东西啊？啊，是谁发明音乐这么美妙的东西？好，哇，是谁？是谁？是谁设计出车子的？啊，是怎么样？到底是为什么？我会比较从好奇心的方面来去呃鼓励小朋友。哦，你会觉得说，哎，其实你现在在念高中或是念国中，你会觉得学校学的东西很枯燥、很乏味。哎，但就像我们，如果你是住在透天的话，你最高层能才5层楼，可是你在101上面看到的风景跟5层楼的风景绝对是不一样的。所以当你把它的高度把它往上拉高一点的时候，他就会觉得说，哇，好像真的是这样哎，好，他整个兴趣啊跟整个感受就都不一样。好，我是比较常会用这样的方式来去鼓励我的学生了。但这样啊。谢谢啊！我想每个人都需要鼓励啊，在座的啊，我想在我们这一起来的这些家长，我们也都需要被鼓励哈。我想我们鼓励跟赞美是不一样的啊。我们说一个人啊，譬如说今天想讲老师跟维婷老师，你们好棒哦，这个很单薄啊，棒在哪里哈？而且让人家听说你好棒是很有压力的哦。大家知道吗？妥瑞症的孩子，如果你跟他讲你好棒，你一定做得到，那么他一定马上发作给你看，因为这种赞美带来的是更恐怖的压力，因为他知道妥瑞就是他有压力的时候，他会不自主的一直抽搐，甚至有的人，我们多看的电影就知道，有人会讲脏话，有人会狗叫声，有的人会有各种的动作。我以前这个在国小当专任辅导老师的时候，这样的孩子是蛮多的，你一看就知道说，哦，这个家里虎爸虎妈其实应该很多。好，那我想我们不是用赞美，你很棒，不是，亲爱的大家，各位家长，我们其实是真的要被鼓励，鼓励就是我有贡献的，我的各个过程，我所做的，真的。我们有做的这些，我们已经需要被鼓励了。我如何今天可以走到如今？我的孩子走到黑道，我真的伤脑筋的时候，我怎么办？我那时候正在上心理咨商研究所，我的老婆说：“那我这样我还可以当牧师，我还可以当人家的这个专任辅导的老师吗？我自己的孩子都没办法帮助。”我的这个老师是台大的心理师，他就鼓励我。怎么鼓励我呢？他说：“你有3个孩子，请问你3个孩子都这样吗？”说这样就对啦。每一个孩子都不一样。所以，亲爱的大家，好不好？我们按照每一个孩子不一样的样子，每一个人的生命的刻度都不一样，就像那刻度一样，我们就要按照他不同的刻度，我们用不同的态度来跟他相处。我们来一起，因为我们既然可以当，我们当他的父母，或者是我们当他旁边的人，我们怎么样子可以一起共创我们每一天都可以很美好啊！我也要祝福大家可以有很美好的这个1个礼拜。那如果你愿意，下一个礼拜邀请更多的朋友，身边的朋友可以来跟我们的郭美玲老师。那刚才有朋友邀请说，那我的儿子可不可以一起来哈？我会问问看他，我的第2个儿子哈他可不可以？或者是我们再找一个时间，邀请我第2个儿子。我的第2儿子走到那黑道，现在走到那个真道哈，他现在特别对这个
圣经很有兴趣，而且他特别对传福音、带领人到教会很有兴趣，因为他身边有很多的朋友都被关在监牢里。22岁就被关20几年，他出来时候要40几年嘞，40几岁，所以他现在一心一意就是想帮助年轻人，在青少年的时候就不要走错路，当然需要有人陪伴。那你我愿意成为那陪伴者吗？郭美玲老师愿意啊。那我们怎么看他怎么样是一个化学老师，又怎么样子去陪伴身边的青少年？好，那我们今天时间已经快到了，我其实有预备了好多这个要给大家哈。如果你还愿意，你可以看一下影片，你再离开哈。那就是我现在在推，透过音乐打鼓，我们有鼓舞班，鼓舞班这个老师张旭老师，他也是我很佩服的，他没有一科是好的，他只有一科音乐，小提琴、钢琴跟打击乐好。可是他现在却是，哇，这个国家这个乐团里面的第一把打击手哦。他的父母怎么过来的？有机会我们也可以一起来分享如果也大家愿意的话，等一下可以留下来看我们的影片，然后我们可以下次再见。我们非常先谢谢我们的威婷老师跟翔翔老师，希望下次你还可以再来跟我们，谢谢大家，好不好？谢谢。那有人举手是要请问吗？如果有事情的人你可以先离开，没关系请关心我们的这个粉丝网，我们的粉丝网会有我们的相关的资讯请问一下举手的可以开麦克风。刚刚有人举手，你要分享吗？还是要提问？有吗？还是按到？不小心按到，不好意思。没关系，那我们就下次见。那我们现在要放一个影片，那跟我刚刚讲的张旭老师，谢谢小翔老师跟维婷老师，那我们就看一下这个影片，然后我们可以自由的想要离开的就可以离开。那我们祝福你们我们下个礼拜一样6点6礼拜见哦好，我们来看一下张旭老师带领的这个成人团、儿童团、青少年团，透过打击乐怎么样子遇到更好的自己呢？使每一个人都有个着力点。我们会发现青少年没有着力点，就是有点好。我们请我们的这个同工来放映这个影片。如果你有话，可以在留言区留言。我们等一下，我们的同工可能他一时没有接到我的这个找到这个影片，我们是已经预备好了张旭老师他是一个透过鼓励孩子，尤其是这个低成就感的孩子，他们透过这个情绪的疏解，让他们能够有团体的生活，团体一起来学习一起去克服一件事情。那么这一群的孩子，他们就找到他们自己的生命的意义然后让他们真的是一个顺利来长大好，那我们看这个所以丁选迦南教会，大家可以丁选，有看到吗？这是我们好，那我们呢欢迎大家，我们可以看一下郭美玲老师，刚才有看到吗？那个海报那也请来这个看我们的粉丝网，就会有相关的消息来传给大家。好，那祝福大家平安快乐。如果你有想要跟我聊一聊，也可以留下来，没有问题，或者是我可以留我的
这个 line 或者是我们可以有联络的方式。我除了是协会的总干事，我自己也是牧师那我自己专长的是协谈以及这在我想里面当专任辅导老师，就是来帮助大家，我们一起让我们的人生更美好。谢谢如果你愿意把这个资讯可以传给大家哦，哈，上帝祝福大家，大家平安，拜拜。我们下个礼拜六见，谢谢，拜拜。下个礼拜六6点半哦，哈有哦。请问要哪一方面的书呢？有很多的书，请问哪一方面的？你需要的是推荐哪一方面？因为我很喜欢哦。好，请问是家长要看的吗？是家长要看的吗？好，请问是哪一个方面的？就是情绪吗？还是就是孩子的这个心理，还是孩子的这个生命本身的议题，还是其他学习动机？哦，好，我可以介绍我不知道他喜欢看故事性的，还是喜欢论述性的？还是就是说有情节的吗？还是哪一类的？因为有一些青少年有的不喜欢看书如果故事性的有情节，他会比较喜欢故事性的。好，请问是青少年吗？还是青少年？青少年是不是？我刚好想看到青少年哈所以是是青少年的故事性的好我现在怎么样子告诉你？因为我现在我书很多，我等一下连接，请问你方便怎么样子跟你你可以跟我有连接呢？直接分享书名。好我拿给你看好不好？我现在就有书，你稍等我一下哈。这个这个我怎么样让你看到？我直接打好吗？我直接打字哈。我直接打哈。我等一下也可以 Google 给你，但是我现在我不知道你的孩子。如果他喜欢科学方面的，这是很多科学家他们其实过去都并不学习能力并不好，甚至没有动力那我可以我这边也有我可不可以留我留我的 email， 你可以写 email 给我，可以吗？这是我的 email 可以吗？我的名字叫刘应业。如果你需要我，其实是可以介绍我儿子，让你就是他可能需要青少年的话，他需要有正向的同伴。那我不知道说，你愿不愿意？其实我们教会有一些青少年，他们是很让人家敬佩的那青少年其实他们就要跟青少年在一起，他们有大哥哥大姐姐可以学习，其实
他们会很知道他们的心啊。我们有时候大人讲什么，他们会觉得我们不懂，其实不是，其实是他们需要同理。那有插到哈，好，那很好。那不客气，同才的互动也很重要。但是我们真的不用放弃，因为我儿子回头的时候，我想如果有机会让我自己儿子讲，他其实犯下一个非常非常大的错。但是呢，他有一个过程，他讲说为什么他可以从黑道回到正道，就是因为他知道爸爸妈妈很爱他，很在乎他，所以爸爸妈妈其实是很重要的。那他也跟我分享他的朋友是悔改从浪子回头，是一个跟我一样年龄50-60岁的一个老师何老师带领他，很有名的在士林法院。如果你有比较特殊的孩子，这士林法院都会请这个何老师来帮忙。而这何老师也不是同才，也不是青年青少年他也是一个跟我一样，可能就是50-60岁的人，他确实可以成为一个他们的长辈。所以我们真的是可以彼此来帮助。那我会希望有家长成长班的原因，就是我们其实是可以成为一个彼此的团体彼此帮助。因为我曾经被帮助，我刚刚有讲台大的那个心理师的老师，他帮助我。那还有下个礼拜的郭美玲老师，他也帮助我。那我想我们就是成为一个良性的，我们彼此来彼此我会为你祷告，请问你是陈怡文吗？这个音对，只要音对就好了。我会这个，好，我会为你的孩子来祷告不用知道名字没关系，但是我跟我的孩子会这个礼拜到下个礼拜六中间，我们晚上都会一起祷告。那我会为陈怡文跟你的孩子祷告上帝祝福你哦。如果你有需要那个 email， 你可以写。好，上帝祝福你那还有没有？